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下個1萬小時，你打算怎樣過》。10年後嘅你，有冇諗過自己係會做緊啲乜嘢？係會建立咗自己嘅家庭、創業，有自己嘅公司、博士畢業？問唔同嘅人，答案應該五花八門。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？因為係希望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儀式，就係一個叫做未來嘅儀式。因為其實你而家做嘅嘢對未來係會產生結果。假如你考慮到未來可能出現嘅結果或者後果，咁你今日嘅行為就可能會有所唔同。而家嘅你其實係10年之前嘅你累積落嚟，令到你而家有呢一種生活方式。就以食煙為例，如果你而家食煙，咁之後你有可能會死於肺癌，呢個係其中一個壞嘅例子。如果用好習慣嚟到去作比喻嘅話，如果你堅持做一樣嘢10年之後，你嘅收益亦都會超乎你嘅想像。咁你可能會覺得而家考慮得太早，其實一啲都唔會，因為只要你而家行動，你先會開始得到改變。就好似馬雲30歲之前仲係一個英文老師，但係佢揾到自己嘅目標，見到未來，做足充分嘅準備，先令到有今日嘅佢。而家嘅你喺工作上邊會有幾多嘅價值或者貢獻俾到呢間公司？我哋盡量用一個不可取代作為一個標準。如果你係不可取代，咁你嘅價值就會越嚟越高。有一個故事就係話，一個工作咗10年嘅老員工，如果10年期間佢並冇晉升自己嘅技能或者價值，其實佢同第一年新入嚟嘅員工分別就係，佢用咗同一個經驗用咗10年，但係唔代表佢喺價值上有上升。所以我哋今日身處嘅位置取決你以前做嘅選擇同努力程度。你今日有幾高嘅價值，自己係講唔到嘅。呢度全部一切都係你之前一切所做落嚟嘅決定，再加上時間嘅累積，先會決定到你今日係喺邊一個位置。所以希望大家將每一日都過得最好，並唔好得過且過去消耗每一日，令到每一日都充滿住意義去進步嘅。可能你而家40幾歲，的確係冇20幾歲嘅優勢，但係你唔開始，有可能又會變咗50歲咯噃。所以只要你有好奇同埋勇氣，幾時都嚟得切嘅。只要係你渴望去做嘅事，幾時開始都未算遲。問自己係咪真係有好努力去追求？因為你自己嘅生活，無論係邊一個境地，其實都冇人可以剝奪你奮鬥嘅權利。喺一個海洋公園裏邊，訓練師訓練一個好重嘅鯨魚，原本佢可能只係跳到1公尺，但係去到最後嘅訓練，佢竟然可以跳到去6.6公尺。咁遊客就好好奇咁樣問呢個訓練師，究竟點解你咁勁可以將佢訓練到跳到咁高？咁原來佢就透露，其實每一次訓練只係將個繩調高咗2公分咁多，所以個鯨魚唔需要話特別用好大嘅力氣，亦都可以掂到嗰個繩。所以去到直到下一次訓練嘅時候，高度亦都開始慢慢再上升。
最後達到呢一個6.6公尺嘅距離。所以話每一次有微細嘅進步，最後嘅成就會獲得令人好驚嘆嘅成績。所以如果每日堅持一個原則，就係今日嘅我比琴日嘅我更加強大，獲得更多知識，獲得更多技巧，獲得更多責任心，或者係獲得多一個客戶，呢一啲無數嘅事情去到增強自己。只要有行動，聽日就會比琴日嘅你強大。相信大家都有聽過，思維係會影響到一個人嘅人生，就好似磁石咁。如果你思想係正面嘅話，就會吸引啲正面嘅嘢；如果係負面嘅，自然就會吸引啲負面嘅嘢。所以如果我哋身邊成日聽到有人話做呢樣冇希望㗎啦，如果消極嘅人其實佢做乜嘢嘅事情都係一個負面、悲觀同埋痛苦，其實對佢哋嘅人生係冇任何嘅益處。所以千祈唔好將自己嘅思想變咗一個悲觀主義者，因為呢一種嘅思維習慣會令到你越嚟越冇動力去做任何事情。就好似返工咁樣，成日問點啊你返工，好多人都會話唉，同事唔係幾好，公司老細唔係幾好。如果你越係咁樣講，你只會顯化咗去，亦都吸引咗唔好嘅事情會係發生喺你度。呢啲人就算去到另一間公司新環境，佢亦都會有咁樣嘅思維，咁佢嘅眼中其實都係咁差。所以你要令到自己成為一個樂觀嘅人，喺面對所有事情都以樂觀嘅思維去面對，咁先至會令到我哋有動力去做任何事情。信心爆棚嘅人，其實往往會比自卑嘅人更容易成功。而家如果你有一個任務係有一定程度嘅挑戰性，你會同自己講咩呢？你話搞得掂，定係你會話試下啦？或者話我會盡全力去做，定係你會講我唔得㗎，唔好俾我做啊？或者話如果你同自己講唔得嘅話，其實絕對係唔會做到嘅。所以如果你每次有一啲挑戰性嘅任務，都同自己講唔得，唔去嘗試做，亦都唔去學習嘅話，喺工作上面其實總係有人會取代你嘅位置。工作或者公司唔係一個慈善機構，你可以自己去學習，冇人一出世就會識得所有事情。如果你永遠只係喺自己嘅舒適圈裏邊，咁你個世界唔會因為你而停留，但係你就不斷去喺舒適圈裏邊唔去進步，原地踏步嘅話，只會慢慢有一日被淘汰。咁嗰陣時你就真係唔得啦。所以俾自己一個承諾啊，大家都係成年人，唔好再話自己唔得，因為你根本冇開始去做。你試下盡全力去做先啦，嗰陣時再同自己講睇下得唔得。最後啦，就係大家希望抽一個時間，可能一星期一次去回顧翻你，或者寫翻低你未來係想成為一個乜嘢嘅人，去做一個 review， 或者去 remind 自己你係想有呢一種嘅生活或者願望或者呢一個遠景。因為你反覆去到望住你嘅目標嘅話，你就會更加專注，或者你會 remind 翻你自己，你會為咗呢個目標而去付上唔同嘅行動。
甚至你可以每一日去反覆咁樣睇返自己想要嘅目標啦，或者係你嘅願景。例如你可能想買一層樓嘅，你手機可以 save 低一個你想買到層樓嘅圖案、圖片，每日望住佢就會令到你有更加動力去到做，去到行動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往往係因為工作太忙碌，每日太忙碌而忘記咗我哋奮鬥嘅目標。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strategy， 令到大家可以去到堅持返自己嘅目標。今日係咁多啦，下次再分享啦，拜拜。